过来是台北消息，32年来头一摆，大门园讲要休馆10天。大门园宣布讲，6月19到28要休园，要进行内部的整修，包括讲要将这水底水抽打，要小清气，要搁油漆，搁替这动物的整理家园，设计7套米啊等等。就讲要放这个消防大号山沟去耍，也是倒一寡茶几啊和这个猫熊去爬。要过一个手要休10天，有民众就感觉讲时间有较久淡薄。 大冒充圆圆在里面玩玩具，玩得好开心。不过6月你会有10天看不见它。大门园对6月19到28休园10天，是32年来第一届全体总动员。这红河的水池啊，到时阵会过抽干、清土刷。若是高山的厝，会加挂这消防带，互用搁较侪所在害来害去，也搁维修这仓库架啊，好像就搬入去新厝。不过民众担心。 应该了不起3、4天吧，10天，小孩子跑到哪里去玩？动线有点乱，就是有时候要看大象跟看这会错开，所以会绕来绕去。家长的心声，大门园有听到啊。虽然这动线未变，但是因会加强路线的指标，选伫6月就是要赶伫暑假前。调查这几年来我们的游客量，我们就发现其实6月是我们的游客数是最少的时候，对游客的参访实际冲击是最低的。 若是大门园大整修，小朋友上爱游园列车，卖清洗，做一个年度的安全检查。若是想要看这个焕然一新整修后的大门园，就要等这个6月29以后，就当搁再坐列车驶大门园。